不滿爛瞓，婆婆毆印容成沙棍。照顧中風患癌丈夫14年嘅66歲被告唐超梅，今個星期二喺北角雲景道富豪閣屋企，一早去叫醒印容，但印容15分鐘都唔起身。婆婆仲走去對面單位。印容之後 call 隔離屋印容，話自己好痛，之後報警。唐超梅尋日承認襲擊致他人身體受傷罪，求情話覺得幫手照顧佢老公嘅印容太懶先打佢，已經知錯，仲喊住話擔心86歲老公冇人理。裁判官就話被告罪行極嚴重，會判監，還押到下個月2號判刑。佢老公就由社署揾人照顧。